众党立委蔡碧如因为论文风波辞职，又因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排第7位的吴欣盈接立委，再去正式宣誓就职。吴欣盈是甚物人？伊是新光集团第3代千金，除了做立委，嘛伫面册公布伊有新的消息，用是相喜临门。手都不能放下来，你就开始念。经过技术人员现场指示，民众党吴欣盈今仔日接任立委，效忠国家，代表人民依法行使职权。经过正式宣誓，吴欣盈变作立法院卫环委员，伊嘛承诺会用相关的道德标准检视家己。我已经跟星光医院提出此董事的申请，并按医院行政程序进行中。家族企业的这位失调，前立委蔡碧如嘛来现场甲收听，指出的是两个人手牵手，展现好交情，嘛有交棒的意思。除了共党的同志徛台，吴欣盈嘛宣布家己做老母的好消息。公布要做妈妈了，我要为了宝宝创造台湾更好的明天。搁伫面册公布和翁婿爱情故事，伊讲我和囡仔老爸早就伫15年前就熟悉啊，到即马才知影，伫15年前迄场朋友的聚会当中，伊就对我有好感。当时我也毋知影，佮邀请伊来参加婚礼，想袂到伊对亲人遐知影我回复单身的消息，随团感性慰问，嘛就此开始这段姻缘。嘛公开翁婿送的家己做的香水，罐仔顶头阁有写“赢”这个字，真有意义。浪漫的爱情故事，烘合作是立法院版的大 S。即摆是立委，嘛是淫妇的吴欣盈，嘛开始伊的国会人生，嘛有新光小公主，阁有一个新的身份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